你呢排嘅睡眠都唔係幾好，唔知係你睡眠唔好咧，定係疲勞過度？你呢個就只可以睇到知咯。睇乜嘢得㗎？點樣睇？睇你呢度有啲經啊，即係個經絡啊。哦，現出嚟。係啊，即係現出嚟係千經。即係青筋現出嚟。係青筋出嚟，即係表示咧瞓得唔好，失眠或者係疲勞過度，即係咁樣。疲勞過度應該一落床瞓㗎喎。疲勞過度都唔會㗎，同埋你呢排最近呢排咧都有啲嘢諗唔通咁啊，係咪？即係應該唔係叫諗唔通，應該係叫有啲心理壓力。嗯。啱嗎？係睇。即係唔知邊方面我就唔知啦，都喺手上面我可以睇到係有呢方面咯，即係有心理方面有。睇邊個部分？你手呢個紋路咯，一般手係唔應該。睇紋路，因為睇顏色。紋路一條紋啊，行樹紋啊，呢啲顯示。仲有你最要注意即係血脂咯。係撳落去嗰啲快出現啦，因為。唔係，即係整個手掌咧，你唔覺得整個手掌咧係特別嘅即係紅，又唔係紅，即係黑紅咁嘛。係咯。即係咁樣咧係證明個血液入邊啊有毒素。我都知。係有毒素，同埋咧即係血脂個黏稠啊，個黏呢個太黏咧，個血管咧就通唔到嘛，驚咧高血壓咯，所以咪。即係心臟㗎喎。係咯，即係講咩啲即係。